哋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女士 JP 同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董事局行政主席許濤先生，加埋我哋舊年嘅冠軍古卓文先生上嚟頒發獎座同埋10萬蚊嘅支票俾黃波。點返幅相先？你可以講下感想，你講下你嘅感想。中年好聲音3圓滿落幕，但係我哋每一個都希望中年好聲音嗰種不放棄、勇敢前行嘅精神留喺觀眾嘅心目中，鼓勵大家。曾生，其實好多人問我有冇中4，究竟中4幾時嚟咁樣？首先好多謝各位咁支持我哋中3啦，咁但係的確大家上下都好辛苦嘅。中4馬上就會嚟㗎，但係要俾個時間佢哋休息下，所以原本諗住咧今晚就報名啦，而家講明聽日8點鐘就開始報名啦，聽朝就嚟啦，中4啊，嚟啦！大家會唔會繼續支持中年好聲音啊？多謝大家！